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肥健，歡迎收睇我房產雙語 channel 啊。咁喺新香洲市中心最核心嘅地方咧，有一個新嘅樓盤咧，啱啱交付啊。咁佢交付完之後咧，得唔得咧？我哋今日咧會去睇一睇。咁呢個樓盤咧所在嗰個位置咧，頭先都講咗啦，係珠海市中心新香洲一個比較核心嘅地方，而且咧喺呢度9中嘅學區入邊咧，唯一嘅一個新樓盤啊。後邊咧又係旺角匯喎，即係食飯、行街、出行、讀書，樣樣都唔錯嘅樓盤。咁我哋睇下佢嘅交付標準點啊？聽講咧仲會送翻家私喎，精裝修又做好噶。咁我哋睇下佢嘅交付標準同埋佢嘅一個小區園林咩樣？跟住我 follow me。呢度咧就係小區嘅大門入口啦，可以睇到咧珐琅彩嗰個元素咧非常之滿嘅，而且成個小區入邊嘅話咧中式嘅元素都係比較唔錯。咁前面呢個水景雖然話細細地，但係咧非常之有韻味啊！咁成個小區嘅園林咧唔會話特別大，但係做得咧相對會比較精緻啲，比較有詩意少少啦。而且每日喺呢度你睇下曬下陽光呢一種感覺真係非常之唔錯啊！同時咧係新交付嘅，所以成個小區園林嘅話咧會非常之靚。咁呢度咧前嘅已經交付啦，係現樓嚟嘅。咁呢個小區嘅園林咧，佢風格有啲似珠江里程啊，即係香山湖板塊賣5萬幾蚊嗰一個盤啊。咁一樣係細細地，但係咧勝在係該有嘅都有，而且陽光照入嚟非常之充足。雖然話佢細啊，但係佢比珠江里程好一點就係佢有泳池啊，但係呢個泳池咧唔係1年4季都放嘅，只係夏天咧先開放。呢度嘅戶型咧都唔算多嘅，89平嘅3房2衛，佢係傳統嘅樹廳嘅一個設計。呢個咧就適合比較剛需少少嘅朋友啦，上車嘅時候咧可以選擇呢個戶型嘅。咁98平嘅3房2衛咧，佢個空間就會更加之大，就適合咧改善嘅。即係你而家住嘅空間可能話唔係特別大嘅，咁你可以選擇呢一個改善。咁剩翻落嚟咧就108平去到4房啦。咁呢個咧對於房間要求多少少嘅朋友咧係可以選嘅，而且呢個戶型咧有一個好啊，佢係可以3房可以4房去進行一個改嘅。有再接落嚟咧就係112平嘅一個傳統嘅橫廳嘅，但係呢個橫廳咧好特別喎，佢有一個南北通嘅一個設計。咁剩翻落嚟咧就係128平嘅南北通嘅一個設計。咁呢個戶型咧都係4房，咁佢嘅空間咧相對就會大好多啦。咁呢一個戶型咧佢又有一點好，佢又係可以改3房4房都冇問題，睇你對空間嘅需求點樣樣。佢呢部 lift 咧仲要係側面或者拆卡先可以摁到嘅喎，真係安全性滿滿啊！咁有一點咧要特別注意喎，呢度係分3期開發嘅。咁依家呢度交付嘅1、2、3棟咧係1期嘅，咁2期同3期嘅工地咧就同佢挨住嘅。雖然講開發商話已經交咗保證金啦，即係一定會動工嘅，但係2期同3期究竟喐唔喐得到咧？呢個仲有一個未知數。咁仲有一點問題就係，假如話佢真係動工嘅話咧，咁佢嘅灰塵啊、噪音啊，以及交通嘅擁堵啊，會唔會成為你住喺呢度嘅一個弊端咧？嗱，成個樓盤咧就已經睇晒啦。咁地段咧係市中心嘅核心地段，學區咧又係一個比較唔錯嘅學區，係佢保值加分嘅一個項嚟嘅。咁今日呢一個樓盤，你會打幾多分咧？如果係你會唔會落手買呢度咧？歡迎喺評論區講低你嘅睇法。